嗱，如果我話糯米雞好食嘅話呢，相信冇人會反對嘅。睇下我休閒小生今日為大家分享呢一個嘅懷舊糯米雞，又啱唔啱你嘅口味，令你胃口大開呢？買返嚟嘅乾荷葉乾爭爭污糟邋遢，唔可以就咁用㗎。先用清水浸泡30分鐘，然後再用滾水浸泡5分鐘，瀝乾水就可以備用㗎啦。另外再預備400克嘅糯米，我呢度大概可以做到4隻嘅糯米雞啦。糯米我唔建議就咁加水煮，因為咁樣煮出嚟嘅糯米飯呢，就有機會神神地唔好食㗎啦。先用清水浸泡2個鐘頭啦。嗱，糯米雞呢，當然就唔少得靈魂材料雞啦。今次我就預備咗有8隻嘅雞翼，雞翼質感嫩滑，又有骨落地啊，口感相當之唔錯噶。咁而家就先嚟將雞翼一開為二先啦。另外再預備半條臘腸同埋半條潤腸，令到糯米雞嘅味道更有層次感，同埋食起上嚟啊更有咬口啊。同埋適量嘅火腿扒切條啦，我建議大家用火腿扒，唔好用火腿片啊，因為食嘅時候口感爭好遠嘅。我呢度預備咗有6隻冬菇，啲冬菇水唔好倒啊，一陣間有用嘅。最後再預備適量嘅洋蔥粒、蒜蓉同埋乾蔥碎，咁所有嘅材料就預備好晒噶啦。到咗煮糯米飯嘅時候啦，至於糯米同水嘅比例係1比1，我會加入400毫升嘅冬菇水。如果冬菇水唔夠嘅話呢，就用清水搭夠啦。順便將冬菇放埋落去一齊蒸。到調校個餡料醬汁啦，先加入100毫升清雞湯，半茶匙鹽，1茶匙糖，大概1湯匙蠔油，半茶匙老抽，同埋大概半茶匙嘅麻油啦。跟住就撈撈佢啦，搞掂。到咗煮糯米雞餡料嘅時候啦，開大火，加入大概1.5湯匙油，加入雞翼，轉中火，慢慢將雞翼嘅表面煎封佢啦。大概1分鐘之後，反轉再煎封埋另一邊啦。加入鴛鴦腸，加入蒜蓉、乾蔥碎，再加入洋蔥粒，慢慢將啲料頭炒香佢啦。加入餡料醬汁，轉中大火。當個醬汁煮滾之後，加入生粉水，而生粉水嘅比例就係1湯匙生粉配1湯匙清水。當個餡料變得結身之後，就 OK 㗎啦。我呢度全程大概炒咗7分鐘，俾大家參考。攤凍之後就可以開始包糯米雞㗎啦。轉個頭嚟，糯米飯又煮熟啦，調校返個底味先啦。加入半茶匙鹽，1茶匙糖，同埋1茶匙嘅美極啦，猜勻佢，咁就 OK 嘅啦。到咗最後包糯米雞嘅時候啦，先預備一個兜，然後放入2片嘅荷葉，而每一片嘅大細大概係1/4塊嘅荷葉啦。加入1層嘅糯米飯，再加入糯米雞餡料啦，火腿扒、
冬菇同埋半隻嘅鹹蛋黃啦，再鋪上一層嘅糯米飯，盡量將荷葉包貼啲糯米飯啦。參考熒光幕上嘅方法，將成隻糯米雞反轉，咁就靚仔晒啦，係咪好妥當呢？水大滾，用大火蒸20分鐘就 OK 晒噶啦。哇！一隻熱辣辣、香噴噴嘅懷舊糯米雞，咁就搞掂啦。屋企人係咪個個都爭住食呢？如果條視頻覺得好睇嘅話呢，記得俾個愛心點讚細佬，同埋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啊！可以嘅話，請支持下片尾嘅廣告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